好啦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事，检警联手查到海上运毒，超出到海陆营庄市价超过30亿。屏东地检署接到线报，一台台湾冰毒籍的渔船为菲律宾公海来走私运毒，检方指挥着海巡甲高雄屏东的警察拿查追捕，把这个船拖转去后壁湖的渔港来搜查，超出着海陆营庄324地，市价超过30亿。加在这个毒品无流入去市面。海巡舰队伫海上发现目标了，就开始包围。后来海巡人员爬去船顶检查，发现讲船尾有藏毒品，遂将船拖回屏东后壁湖港。检警人员开始搜查，搁出动緝毒犬，超到4号啊，海洛因。这个是检验过啊，这个表示讲了这个哦，成分是海伦，属于这个4号啊。海巡人员搁呛水做最后清仓，这时屏东地检署接到线报，8月份有一台台湾的屏东籍渔船为菲律宾的公海走私毒品，检方指挥海巡甲高屏地区的警方成功掠到这只渔船啊。126公斤，那总共是324块的海洛因，市值高达30亿元以上。渔船的船长甲几个共犯陆续被人抓起来。这摆炒到海洛因庄，估计会使提供予130万人使用，加在隆重及时甲炸落来，若无真正严重危害社会。